花瓣係需要2條嘅扭扭棒，花心係半條嘅扭扭棒，葉1條嘅扭扭棒剪開2段，綠色膠帶1條嘅花枝。首先我哋將花瓣嘅扭扭棒駁埋一齊，頭嗰部分大概少過1 cm， 我哋將下邊嗰條屈上嚟啦，上邊嗰條屈落去啦，我哋撳一撳就得啦，唔需要轉嘅。咁2條就會駁埋一齊。我哋攞一個唇膏筒，將呢條駁好嘅扭扭棒放喺上面，頭大概留低2-3 cm， 繞住呢一個嘅唇膏筒轉8個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將佢好埋一齊，頭同尾將佢扭埋一齊，盡量喺中間嘅位置擰2下，將呢個扭扭棒褪出嚟，唔好俾佢散，冇散到嘅。將長啲嗰邊穿過中間，綁實佢，然後同短嗰條亦都再次扭2下。長呢邊我哋將佢撳落去，逐片嘅打開，撳一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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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開，撳一撳。咁我哋已經見到8片嘅花瓣，然後每一片花瓣我哋將佢擰90度，尾嗰度撳一撳佢，尖尖地似一個花瓣啦。90度尖尖地，係擰90度，個尾尖尖地，擰90度，90度。花瓣已經做好啦，而家我哋做個花心，呢個係半條扭扭棒，將佢對接。OK， 我哋捉住個尖尖，然後其中一條繞住另外一條轉，咁樣轉，或者可以有你自己嘅創作。好，大概就係咁樣啦，我哋就將呢條嘅扭扭棒插落去花瓣嘅中間。我哋將個花瓣首先將佢揸埋一齊，然後每一片嘅花瓣我哋將佢反翻出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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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翻出嚟。呢朵花基本上就已經完成啦。將花瓣正如呢個尾，將佢翹落去啦，好似一個花托咁樣樣。而家我哋做葉啦，尾嘅部分大概係留返1 cm， 然後扭扭棒繞住花枝翹，唔好重疊，直至到剩返大概係1 cm。好，將佢褪出嚟。另一塊葉褪佢出嚟。你將個尾部分伸直佢先，伸直佢先，然後稍微拉長少少，對接尾嗰度，可能我哋擰2下，頂個部分可以撳一撳尖，咁就會似一塊葉啦。另一條一樣啦，
花同埋葉都完成啦。我哋攞支花枝，膠帶喺個頭嘅部分，我哋可能要轉2-3圈，然後慢慢嘅旋轉、旋轉、旋轉落嚟。去到一個位，你覺得想加塊葉落去啦，我哋就可以將塊葉包埋落去，可以包埋另一塊葉，屈到一塊葉。對花都可以屈一屈佢。好，呢朵小雛菊就完成啦。